来看这条和你的薪水有关系。主计总处公布，今年呢前4个月平均每一个人逐个月的实质经常性薪水和实质薪水这2项数据，拢是3年来同期头一届变正成长。国内近期继续转好，由民众薪水增加。主计总处今日公布，1月到4月经常性薪水是46105块，年增加2.39%，正好是近6年来同期第2源。平均每人每月总薪水年增3.62%，是近6年来同期上大增幅。伫扣除物价了后，1月到4月平均每人每月实质经常性薪水43133块，年增0.14%，实质总薪水是63482块，年增1.35%，两者拢是3年来同期头一摆转正。外需的一些需求带动之下，其实我们在经常性薪资跟总薪资的这个部分，它的增幅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成长幅度。第二实质经常性薪水转正同时，台湾整体就业市场工作数需求也继续清悬。根据人力银行统计，6月全站有114万的工作机会，整体就业市场超过历史上悬的纪录。伫 AI 需求增强之下，也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的成长，进一步予今年半导体上游、中游、下游的就业人才市场比2020年成长大约38%。其中半导体产业的薪水平均是在56800块。AI 人才平均薪水更加来到57000块。目前的就业数来看，全台湾大概22000个工作数是属于半导体产业的。AI 的人才需求，现在每个月也有24000个工作数，人才需求这样，薪资就会比较上涨。人力银行观察，半导体也是 AI 人才大体上拢52%的企业是无需要本科系，就算是文化商科，即要找头路人，有想要接受跨领域学习，半导体也是 AI 产业拢真欢迎。也来工业因也有过，今年规年整体制造业的产贷超过23.1兆，其中半导体产贷超过5兆，有价盈达到5兆1134亿，加写这历史新高的纪录，年成长17.7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